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3天。不知不觉，乌克兰人民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就走过了3个年。3年前的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悍然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自己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不惜破坏二战以来的秩序到目前为止，至少让双方伤亡100多万人，也让几百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家园被毁，让世界再次回到二战前的丛林法则。五夫一娃，俄罗斯的这些政治精英、这些政客裹挟的俄罗斯发动的这个侵略战争，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防止北约东扩，他的这个理由和所有的侵略者的理由如出一辙。当年日本侵华找的借口就是在北京北平的宛平有一名日军的士兵走失失踪为借口，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所谓的北约东扩是个蹩脚的理。事实证明，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反应，甚至把芬兰边境的这个俄军都调到了乌东前线，把自己的后背露给了北约。哪里是什么北约的东扩？金老师一直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和大国当年的抗日战争完全不同，实际上这就是叫是非不分，立场先行。日本1931年侵占大国的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隔6年。我们看看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8年以后2022年发动全面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这有什么区别？乌克兰和当年的大国都一样非常艰难。当年的大国因为领土对吧，地缘辽阔，地形还比较复杂，那日本人呢，他只能侵占铁路线西南的山区，他就比较难。而乌克兰基本上是大平原，无险可守。但是当年的大国生产力不发达，更落后，得到美西方的援助也比较晚，全靠自己硬撑。乌克兰是迅速得到了美西方的援助，但是大体上双方是非常艰难。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大量的黄俄，当然还有俄罗斯人，还有那些恐俄的人、崇拜俄罗斯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闪电战，1小时22分钟，少一股一战封神。闪电战打成了什么？持久战，打成了运动战，后来打成阵地战。2024年8月份，居然打成了防御战。80年来，俄罗斯的领土在普京的这个叫保卫之下，迎来了80年来第一次外国军队进入俄罗斯领土。3年来，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已经做了改装，变更了用途。现在的黑海舰队已经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的军火库、俄罗斯国内很多码头都遭到乌军持续不断的打击，战火已经烧到了俄罗斯全境。在头部黄俄眼里，本来是一个叫秋风扫落叶般的一边倒的战争，钢铁洪流直捣黄龙，没想到生生打了3年，变成了欧洲2战以来最强烈的、最惨烈的绞肉战。我想大家恐怕还记得2022年2月24号，60多架俄罗斯的这个武装直升机，对吧？这个载着还有600多名俄罗斯特种部队空降兵突袭基辅附近的安东诺夫机场，可惜迎接侵略者的是惨败。这个 CNN 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说在3年的战争中，乌克兰损失了11%的领土，如果加上战争爆发前就丢掉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总计失去了18%的领土，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被迫离开家园，前往乌克兰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总计有630万名乌克兰难民在欧洲，而截至2024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120万乌克兰难民居住在俄罗斯境内和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战争爆发3年，在面临前线俄军持续进攻，在俄罗斯的狂轰滥炸之下，在特朗普持续极限施压的情况下，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乌克兰人更加团结。社会学团体评级的民调显示，自1月份以来，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从57%提高到65%，而83%的乌克兰人认为，只有在获得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停火，只有2%的受访者愿意无条件停火，11%的受访者则完全反对停火，要把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直到赢得彻底的胜利。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普京故意安排。俄罗斯这几次侵略战争侵略行为都是趁着大国在举办奥运会。2022
2008年大国举办奥运会，俄罗斯悍然出兵格鲁吉亚；2022年冬奥会，俄罗斯悍然出兵侵略乌克兰。奥运会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召开奥运会就是为了和平。这么多黄俄支持俄罗斯，但是俄爹给你面子了吗？给你脸了吗？就冲你举办所谓的这和平的盛会，人家要发动战争，那就是你的。这3年，泽连斯基由一个不敢看普京的眼睛，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一位乌克兰的英雄，甚至是这个世界正义的英雄。面对一场举世公认的侵略战争，以大欺小，领土是乌克兰的多少倍？人口是4倍还是3倍？世界第2军事强国，对吧？侵略乌克兰，只要内心存有一点点道德良知，那么唯一该做的就是谴责侵略者，帮助遭受侵略的乌克兰反抗侵略。但是这3年来，我们见了太多的这种颠倒黑白，没有是非观念，助纣为虐，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最近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极尽这种侮辱打压，确实让很多人非常气愤。普京曾经说过，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目前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这普京准备要还大家20个俄罗斯。但是给特朗普1个月，还真能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在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这3年我每天都做1期节目。我应该在第5个还是第6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咱们节目的前面的开场白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已经认定俄罗斯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他不是去说教训一下，这就是悍然的公然的侵略。但是我就说过了，只要乌克兰这个抵抗的决心不变，只要美国的援助不变，俄罗斯是必败。3年过去了，乌克兰是越打越强，俄罗斯是越来越衰弱，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出现这种崩盘的迹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援助出了问题，特朗普扬言不再援助乌克兰，特朗普要求乌克兰跟俄罗斯要和谈，让人感觉乌克兰恐怕要遭受不公正的这种对待或者协议，领土换和平。所以在3年俄乌战争，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紧要关头。因为我说的这个必要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发生变化。我相信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决心是不会变，丝毫不会有动摇。那现在就看美国的援助到底是什么样。如果美国不再援助，那么是不是有其他的力量能够填补上，迅速补位？这个就决定了乌克兰是不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发了个微博，他说3年前的今天，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每一天乌克兰都在为本国和欧洲的安全而英勇而战，但代价是巨大的，许多乌克兰人失去了生命，数百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乌克兰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巨大。自战争伊始，丹麦便始终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的斗争，丹麦今后也将持之以恒，说我们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民用和军事支持，以保障这个国家作为欧洲一部分的未来。这是丹麦驻华大使馆发了一个微博，作为一个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3周年的一个叫立场。这个丹麦还是支持乌克兰，这是非常坚定。大家还记得吧？丹麦把自己国家的所有的火炮还有坦克都捐给了乌克兰，尤其是丹麦这一次也遭到特朗普这个无理取闹。这特朗普要买下格陵兰岛，这个时候丹麦那跟乌克兰就有了这种叫同病相怜，对吧？对美国非常不满。丹麦国防委员会主席说这里是欧洲，我们欣然向乌克兰支付了3倍于美国的资金，我们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也没有在乌克兰人为生存而战的时候敲诈他们，因为我们不是混蛋。这就是骂特朗普了，丹麦的国防部长。我们再看看丹麦的总理弗雷德里克森，那就更厉害了今天他在基辅，因为今天好像是欧洲有30多个国家元首领导人齐聚基辅缅怀那些乌克兰为国捐躯的那些士兵，纪念乌克兰抗战3周年。在这个会上，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表态，他说只要需要，我们就会支持乌克兰。现在重要的是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一切。大家看丹麦总理的演讲，看视频。That we are in a time when there are no heroes, they just don't know where to look. So it was said many years ago, and dear friends, today gathered here in Kiev, we don't have to look very far to see the heroes of our time. Dear Volodymyr, you and your countrymen have been fighting now for 3 long years, a full-scale war of aggression started by Russia. You have defended not only your own country, but all of Europe, and I believe that none of us present in this room are able to put into words how grateful we are. But then we can show it in action.
And therefore, I have 3 key messages today. Firstly, I strongly urge every European country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Ukraine. Not tomorrow, but today. Remove all self-imposed red lines, scale up military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support production directly in Ukraine. Conditions for peace are to be set through strength, and I think that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Europe right now. Secondly, a ceasefire without a sustainable peace will cause a lot of danger to all of us. It will give Russia room to rebuild and to rearm and to relaunch an attack on Ukraine or another European country. I have never believed that this war is primarily about Ukraine. You are paying the price for it, but this war is about Russia. It's about the imperial dreams, and therefore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trust Putin and to trust Russia.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nothing should be negotiated without Ukraine, not only at the table, but in the center of the table, of course. Thirdly, we need to ensure Ukraine has a real and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 NATO membership is, of course, the strongest security guarantee. It is the easiest way forward. It's the cheapest way forward. I know that some allies are against this. And therefore, I ask the question, if we cannot give you membership of NATO, and I think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then we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a clear, long-term security guarantee. Let me just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the best things about heroes is that they always win at the end. And if they aren't winning, then it's not the end. I said to you 3 years ago that Denmark stands with you all the way, and we will never go away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We have to stand with Ukraine, and we have to stand with our continent. Therefore, I think we have to scale up as Europeans. We have to speed up to be able to protect ourselves and deter when it comes to Russia. And 3% will not be enough. It's simply not enough. My guess is that we have a couple of months to take all necessary decisions. Otherwise, we'll be too late. And being too late cannot be the conclusion. So it's time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and it's time to stand up for Europe. Slava Ukraini! 援助乌克兰不能有红线。丹麦的女总理说这个时候停战非常危险。实际上，欧洲就需要像丹麦一样，要说到做到，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帮助乌克兰就是帮助欧洲自己，对吧？这个时候不能再三心二意，这个时候不能再各怀鬼胎，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同一思想。如果这个时候还在算小账，还在各打各的算盘，那要不了几年俄罗斯的铁蹄一定会踏上这个欧洲的大地踏遍。因为无人能够，我们看看英国2月24号消息，作为英国对俄罗斯新制裁方案的一部分，英国希望禁止俄罗斯所有高级政客、官员和管理人员入境。泰晤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此次说，这个为了向俄罗斯精英施加压力，英国内务部宣布，所有俄罗斯地方和联邦部长以及俄罗斯大型公司的董事和高管都将被禁止入境。但是好像俄罗斯人特喜欢去英国，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采取此类举措的目的之一是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政策。这个德国的总统说，战争结束前，德国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德国的总统虽然不是实权，但是德国新选出来这个总理叫默茨，他可是个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这个叫拥护者领导人。默茨他一直主张乌克兰要打败俄罗斯。这个默茨主张德国首要任务是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并从俄罗斯手中解放所有备战的领土，承诺将向乌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这个默茨还说，绝对不要对特朗普
抱有幻想，欧洲要脱离几乎不再关心欧洲命运的美国而独立，要降低对北约的依赖，并提出安全问题上的欧盟方案，也就是欧洲的安全由欧洲人来负责。这个莫茨还批评马斯克，他说看看伊隆马斯克先生最近对德国的干预，华盛顿的干预并不比莫斯科的干预更少戏剧性、激烈和厚颜无耻。他说我们面临着来自双方的巨大压力，所以至少从这个莫茨的表态来看，他根本就不在乎美国你撤不撤，德国要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个英国首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56亿美元军事援助。这个挪威的总理表示，2025年挪威将捐款35亿欧元支持乌克兰。2月24号消息爱沙尼亚总理叫米哈尔表示波罗的海和西方国家将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组建一支新的战备旅。他参加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欧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在社交网络 X 页面上宣布了这一消息。爱沙尼亚总理写道这是波罗的海3国以及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和冰岛，也就是8国一项倡议。米哈尔表示他们将提供装备和教官来组建一个旅。我们的目标是2025年让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他还希望该倡议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转运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炮弹和粮食。他还指出，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1亿欧元的本国国防工业产品。这个旅大概是5000人，这个就跟法国不是帮乌克兰组建了一个旅吗？全部是法式装备，只有人是乌克兰人。那现在波罗的海8国他们也负责帮乌克兰组建一个旅，装备由他们提供，训练也由他们来训练。瑞典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防空系统，以纪念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3周年。2月24号，澳大利亚政府公布制裁名单，显示该国在新一揽子对俄制裁中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报列入限制名单。就这两个媒体老是散布谣言。这个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挪威将在2025年拨款35亿欧元支持乌克兰，其中包括10亿欧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3亿欧元用于能源援助。西班牙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在基辅表示，加拿大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转移部分俄罗斯冻结资产，价值50亿美元，还提供25辆步兵战车、炮弹、4架 F-16 飞行模拟器等援助乌克兰。2月24号，就在欧洲这些国家元首在基辅参加这个峰会。泽连斯基说，今天在普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3年后，乌克兰又活了过来，继续战斗，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朋友。感谢今天来到基辅参加支持乌克兰峰会的领导人，他们与我们团结一致，总统、总理以及欧洲7国集团、北约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实现持久和平。我为什么说泽连斯基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呢？面对普京这个特朗普无端的指责，对吧？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泽连斯基说自己不是独裁者，他对记者强调，但是他也不介意特朗普这么说，也就是说他不会为此跟特朗普打口水战对骂，也就是不跟特朗普一般见识。这个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不仅应该加入欧盟，还应该得到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如果乌克兰仍然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被迫说在乌克兰建立北约，就是说你这个北约组织不让我加入，那我就要自己组建一个北约，这个还是相当霸气的。23号下午在基辅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凤凰卫视作为唯一一个获得向泽连斯基提问的中文媒体，这个泽连斯基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希望能够在乌克兰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和未来的重建中得到大国的帮助，并表示乌克兰愿意与大国为此开展对话。这个意义非凡，泽连斯基已经递出了橄榄枝，机会就看你抓得住还是抓不住。我在前几天说过了下一步很有可能是大国的外交部长访问基辅，后面那就是泽连
伦斯基访问大国。当然，具体哪一天恐怕要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他们的互动到什么程度。今天这个大国的1号普京之间通了电话，胡锦老师照例非常激动。胡锦老师说意义十分重大，其在当下的影响是世界级的。在老胡这个老国际新闻报道者来看，今天的通话证明了大国和俄罗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韧性和强大。实际上哪像胡锦老师拍马屁这么厉害呢？这种通话呀，他定期就会通一次，无非就是互相试探一下你有没有变心。那俄罗斯就说了，我别看我跟特朗普打得火热，我可没有变心，就这点意思。我记得俄美在沙特会谈完之后，普京就说了，他负责向南方国家传达这一次这个会谈的这个内容。我还记得在节目上分析过，他为啥要跟南方国家传达呀？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国，你不要这个胡思乱想，我跟特朗普也是逗着玩的。实际上大国他也得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特朗普已经说清楚了，特朗普以及他的爪牙在各个场合都已经不止一次的表态，他们的重心要转向亚太，他们的对手是大国。俄罗斯现在已经是烂泥啊，扶不上墙了，对美国没有任何这么威胁，所以他要从欧洲抽身，甚至他要联俄制中，不就这点意思吗？作为底线思维，对吧？那普京如果真的跟特朗普联手，那大国怎么办呢？那就是欧盟跟乌克兰联手，这是个必然选择。我说这个泽连斯基现在越来越成熟，就是这个，他马上就能看到国际关系这种地缘政治有变化，所以他立即递出橄榄枝。他知道大国对乌克兰的重建，对乌克兰的资源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拿着这个稀土矿跟特朗普两个人博弈，他要卖个好价钱。你特朗普如果不要，有人等着要，出价绝对比你高，谁要？这不是显然的吗？实际上拿这个来压特朗普，你不要以为我这个矿非你莫属，所以双方还要协调改这些协议。也有媒体报道啊，说美国在即将达成的矿产协议中承诺支持自由、主权和安全的乌克兰，也就是说美国要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个作为前提条件，你这矿才能给你，才能合作。泽连斯基说，他说乌克兰仍在接受美国国会先前批准的援助，不过尚未就新伊朗兹计划进行表决，价值1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仍在运送途中。这是泽连斯基自己说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断，15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还在运送之中。这是泽连斯基2月23号对媒体说的。我一直说，你特朗普虽然个大嘴在那胡说八道打压，但是他有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损害了乌克兰的抗击俄罗斯的事业？没有，人家武器都没停，还在送，只是特朗普手上他没有再批新的援助这个计划，拜登批过的那东西还在继续往乌克兰送。还有今天这个俄罗斯憋不住了，路透社2月24号报道，这个俄罗斯新闻社24日称，俄罗斯承认美国为迅速实现乌克兰停火所做的努力，但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并可能给俄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叫里亚布科夫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承认美方希望尽快实现停火，但没有长期解决方案的停火是通往迅速恢复交战和恢复冲突的途径，会带来有更严重的后果，包括给俄美关系带来后果，我们不想这样。里亚布科夫说，特别军事行动有着深层次动因，不得不启动，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他说，相应的，现在不直面冲突发生的根源，即北约完全无节制的扩张，无视那些发动政变的人在基辅上台，无视西方集团抛弃明斯克协议等。我们已经多次声明这些问题需要努力使北约不再扩张，并保障乌克兰讲俄语民众的权益。没有这一切，冲突就得不到长期解决。这个俄罗斯人相当于把美俄在沙特利雅得会谈的内容分歧点都爆出来了，也就是俄罗斯坚持，第一个是你北约东扩，你明斯克协议欺骗了我，言下之意也就是在乌克兰要恢复亲俄政权，在乌克兰的东部要保障那些讲俄语的民众的权利，说白了就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对吧？要独立，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那俄罗斯为什么重申这些呢？俄罗斯还说了啊，这个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说啊，对吧？这些做不到，你特朗普就急着要停火，那会损害俄美关系，这个迅速停火是不可接受的。这说明什么呢？你只能说明那美国卢比奥还是那俩人，他并没有出卖乌克兰。如果他这些都答应了，那你俄罗斯怎么可能跳出来说这些呢？正因为俄罗斯现在一看，你这美国人是不是骗了我？这些你都做不到，你跟我扯什么停火？停火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今天在土耳其访问，拉夫罗夫说啊，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和欧洲进行谈判，与任何愿意真诚助力实现和平的一方进行
谈判。你看看，这不是胡锡进、黄俄还有很多媒体说的，这不是特朗普已经把乌克兰和欧洲卖了吗？单独跟俄罗斯谈判吗？欧洲、乌克兰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怎么俄罗斯人跳出来说愿意跟乌克兰、跟欧洲谈判？所以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对吧？大家不要急着。我记得好几个标题我都说了，不要急着先骂特朗普，对吧？你先看看他做什么。俄罗斯的副外长都跳出来说，我承认你美国人为停火所做的努力，但是你这种停火我是不能接受的。你不都说特朗普已经跟俄罗斯跪了吗？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说，他说犹如俄罗斯日趋疲倦和难以为继的高昂战争成本。他说战争很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他说我已经看到他们战略规划，如果俄罗斯不能在2026年之前结束冲突，那么在未来几年它将完全失去成为超级大国的机会，也就是俄罗斯自己也拖不起了。这个我记得这个经济学人去年就已经做出这个预测，俄罗斯今年就要经济崩溃，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